Hello，各位幾好嘛？自從上年我懷孕之後呢 Julie 老師佢就收到信息啦，就係我要對呢個新地球教育有一啲嘅分享啦，或者有一啲嘅資訊會帶俾大家嘅。佢亦都感應到咧聖母瑪利亞咧係有啲任務交咗俾我啦，咁就好開心。Julie 老師就幫我做咗個回溯，咁就回溯過程裏邊咧，我就收到一啲嘅信息咁樣啦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有5個重點。以下落嚟嘅信息咧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照亮大家嘅生命啦，溫暖大家嘅心靈啦。聖母瑪利亞俾我嘅第一個信息就係要提升合一嘅意識，連結萬物。喺呢個世界裏面咧，我哋每一個人個意識都好似分離同埋有比較嘅心，個人意識好強烈嘅。但係其實我哋忘記咗，我哋係萬物都係合一，每一個人與人之間都係有連結。我哋需要去學習如何放低比較啦、競爭嘅心啦，明白到其實所有人事物萬物都係有連結。當我哋改變咗內在嘅意識，學習同人去連結，同萬物連結，我哋先可以邁向合一，先可以感受到呢個生命帶俾你嘅圓滿同埋流動。第二點就係要以慈悲同包容嘅心去擁抱呢個世界。聖母瑪利亞俾我見到喺呢個世界生存，喺呢個世界度生活一啲都唔容易，係充滿挑戰嘅。但係我哋仍然可以用一個愛、寬恕嘅心喺呢個世界度生活生存，因為我哋知道每一個人心裏邊都係充滿住光，充滿住愛。就算有啲人係做錯事，有啲人迫於無奈做咗啲好邪惡嘅事，但係其實佢哋本質並不壞嘅。我哋要明白到每一個人嘅背後一啲嘅真相，可能係佢嘅童年陰影，可能係佢原生家庭影響到。每一個人嘅背後都唔容易，唔簡單，所以其實我哋需要用愛，用寬恕去對待每一件事，每一個人嘅時候，成個流動會唔一樣。當你放下咗批評，選擇咗接納同理解嘅時候，你嘅心咧就會變得越嚟越輕盈，而你嘅世界咧亦都因此而改變。第三點咧，我哋需要放下舊有嘅模式，去迎接新嘅時代。依家地球嘅能量咧一直咁去轉變緊、改變緊啦。有好多嘅靈魂咧會選擇嚟到地球啦，帶一啲嘅新嘅能量、新嘅意識嚟到呢度。好多小朋友咧，佢哋嘅純真啦，佢哋嘅創造能力啦，被傳統嘅教育制度同埋限制性嘅信念去捆綁住佢哋，佢哋會感到好唔自由，覺得好沉重嘅呢個能量。聖母瑪利亞想我哋意識到舊有嘅思想同埋教育模式咧，已經唔再屬於新時代㗎啦。作為家長或者長輩、老師，應該要用新嘅方式去接受、包容、接納呢班嘅新嘅小朋友、新嘅靈魂，去引導新嘅一代，而唔係再用舊有嘅模式管教佢哋、捆綁住佢哋，令到佢哋感覺到好壓抑、限制住佢哋。因為新一代嘅小朋友，佢哋嚟到唔單止係學習嘅，其實都係帶領我哋點樣去做返自己，點樣去覺醒。第四點就係父母先學會愛自己，小朋友咧先會感到真正嘅快樂嘅。好多爸爸媽媽，特別係媽媽啦，會因為責任同埋壓力，將小朋友放咗喺第一位，而忽略咗自己嘅感覺，做咗好多過多嘅犧牲，自己都唔知嘅。聖母瑪利亞提醒我哋，其實小朋友最想見到嘅係父母真正嘅快樂啦、開心啦、輕鬆啦。當父母學識尊重自己、愛自己嘅時候，呢一個能量咧係會傳達到俾小朋友，小朋友自自然然咧就會愛自己，去學習點樣用父母嘅方式而愛返自己，所以小朋友先會真正感受到穩定同埋真正愛嘅流動。每一段親子關係咧，都係靈魂選擇互相去學習嘅一段過程體驗嚟嘅。當我哋學會咗如何去自我療癒咧，小朋友都會跟住你一齊提升㗎。嚟到最後第5點啦，就係提供 BB 真正嘅健康養育環境。健康嘅養育環境咧，唔係你提供一啲好昂貴嘅學校或者豪宅好好嘅生活條件，而係從懷孕當粒精子同卵子受精嗰一刻咧 ，BB 咧已經感受到媽媽嘅情緒、媽媽嘅思想、媽媽嘅想法。如果媽媽喺懷孕過程當中經常會有焦慮啊、不安啊同埋擔心嘅想法，呢啲情
情緒呢啲嘅思想信念都會遺傳咗俾 BB， 所以媽媽記得要照顧自己嘅情緒啦，要穩定自己嘅能量，去平衡自己嘅內心，充滿住愛，充滿住溫柔，充滿住力量。咁 BB 咧都會感覺到呢一切，所有嘅感覺都會帶翻落去出世嘅時候，佢都會感知到呢個世界係好安全嘅。呢一個咧就係媽媽俾 BB 最好嘅禮物。以上就係聖母帶俾我哋嘅一啲嘅資訊啦，希望可以點燃到大家嘅內心，去俾到大家一啲未來嘅一啲方向，令我哋咧可以放低一啲嘅執着啦，去擁抱愛同合一。未來咧我都會繼續分享關於更多嘅新地球教育嘅資訊啦、育兒智慧或者一啲嘅靈性成長嘅信息，可以陪伴住大家一齊去行呢一個靈性嘅道路。希望大家咧可以輕輕鬆鬆咁樣過每一日啦，活着就係簡化，就係回歸純粹同埋喜悅嘅旅程。Thank you。如果呢個資訊都有觸動到你嘅話，幫我分享、按讚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